NVIDIA 啱啱出咗一份好炸裂嘅業績，我哋俗稱三必 Revenue、Earnings 同埋 Guidance 都係超過市場預期。嚟緊佢27年嘅預計 PE 係得返20幾倍，就咁睇係十分之抵買。但係佢響業績後第一個交易日就居然跌咗5%，我個人覺得就有啲 sell the news，就趁住好消息出貨嘅意味喺度。唔單止今次嘅業績，其實去年11月啦，同埋去年8月嘅業績都係十分之亮麗，但係市場都係不為所動。呢一刻我個人覺得係比較睇淡嘅，佢大概會響170到195嘅區間係震動一段時間。市場擔心緊啲咩？我認為有兩方面啦。大家可以睇下佢每個季度嘅增速，其實都係講緊平均70% 咁樣上緊去。究竟呢個增速可唔可以維持呢？最近幾個嘅業績睇得出市場係覺得佢已經唔可以維持呢個增速。要維持咁高嘅增速，當然好重要一點就係 NVIDIA 嘅客仔賺到錢，願意返嚟同佢繼續買晶片。就以 ChatGPT 為例，講緊佢每年都蝕緊百幾億美金，要做到營收平衡，可能都要2930年。當然呢個係樂觀嘅講法。如果中間出現更多嘅競爭者，令到佢議價能力進一步降低，個營收平衡點可能再進一步推遲。呢個位我自己覺得就係所謂嘅 AI 泡沫，因為實在太多人抌錢落去同一個賽道，令到本身好賺錢嘅 AI 工具個議價能力都變得十分薄弱。當某啲公司個收益預期達唔到嘅話，就會出現資不抵債，個泡沫就會開始爆破。第二點又係一個好大嘅議題，AI 究竟會唔會對經濟造成衝擊呢？大家都知道未來呢幾年可能有甚至20%嘅勞動能力喺不同嘅階層都會被 AI 所取代。今次取代嘅範圍就十分之廣泛，甚至係一啲專業嘅人士，就好似律師、會計師。當然 AI 會帶嚟一啲新嘅工作機會，但係你叫呢啲專業人士唔通去重新學個 AI 去投入另一個範疇，相信係比較困難。所以喺短時間未來幾年可能會造成大量嘅人失業，對於整體成個經濟係有一個比較大嘅衝擊。以上我所講嘅兩大議題都暫時未實質咁發生，但係市場就最討厭就係不確定性。當呢個氣氛籠罩喺整個市場當中，就出現咗最近嘅 AI 股嘅一啲拋售潮啦，同埋一啲軟件股嘅拋售潮。今日就做一個好簡短嘅 NVIDIA 嘅解讀。如果大家有咩意見都歡迎留言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